神啊，我願意將所有嘅讚美同讚頌嚟獻俾你。我再俾掌聲我哋神好唔好？哈利路亞，多謝主。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，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，願讚美頌揚都一一歸給你，主你是偉大完美。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，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，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，感激你常歌興呼召。呈獻讚美給你，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，齊舉手呈獻敬拜，永遠歸給你，為你我獻上頌讚，齊真心呈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，齊舉手呈獻敬拜，永遠歸給你，為你我獻上頌讚，齊真心呈獻讚美給你，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，齊舉手呈獻敬拜，永遠歸給你，為你我獻上頌讚，為你我獻作活祭，讓我永化作活祭。我願意將20年所有嘅讚頌，你要歸俾我哋嘅神。主，我哋多謝你恩典，我俾好熱烈掌聲我哋神，願將榮耀頌讚歸俾我哋嘅神。神，我哋多謝你，我哋讚美你，我哋要將榮耀你歸俾你，願所有嘅讚頌同埋榮耀都歸俾你。我再俾掌聲我哋神。謝我主，願施恩醫治我，從未嫌棄，抱緊我若你壞。謝我主，願關心與體諒，常維護我，在恩典裏改正。謝我主，常率領我導航，無懼前往，靠着神恩必得勝。謝我主，今應許永確定，在我一生裏只有祝福沒咒詛。謝我主，神率領我導航，無懼前往，靠着神恩必得勝。
謝我主，今應許永確定，在我一生裏只有祝福沒咒詛。神，我哋感謝你，你以恩典為年歲嘅冠冕，你路徑都滴下脂油，讓我哋一生願意嚟去跟隨你，願你揀選我哋每一個，主，我哋願意將我哋所有感謝你去獻俾你。謝謝我主，常率領我導航，無懼前往，靠着神恩必得勝。謝謝我主，今應許永確定，在我一生裏只有祝福沒咒詛。謝謝我主，常率領我導航，無懼前往，靠着神恩必得勝。謝謝我主，今應許永確定，在我一生裏只有祝福沒咒詛。在我一生裏只有祝福沒咒詛。哈利路亞！去俾更大掌聲愛主，願榮耀歸俾我哋嘅神。即係舊年大家送俾我大嘅，真嘅，真係非常多謝，係啦，多謝大家嘅愛心啦。咁相親咧就係咧，大家好近先至會做呢啲事情，即係教會裏邊其他人唔會做呢啲嘢，所以咧大家係真係同我好親近，好感恩啦。即係頭先都有人入嚟話唔夠位啊咁啊逼爆呢間屋係開心嘅事情。所以我好感恩，我有同大家一齊嚟山咁多年。咁啊，最近就 send 翻啲懷舊相啊嘛，即係。教會嗰個壁布板10年都冇人喐㗎。唔會啊！保存歷史啊！每個係啊。係啦，即係我會好多謝大家，一路都好多嘅愛心啦，即係對我哋都咁啊，好多謝。我覺得大家係神俾我嘅禮物，即係可以咁親近嘅弟兄，所以好多謝。要影合照咩先可以？哇！咩嚟㗎？上運動，但係我又驚喎，我又驚會掹住。係啦，係咪去到呢度㗎咋？仲有？哇！咩拆咗？哇！係咯，記唔記得翻去㗎？哇！最俾你拍翻埋去嘅。
應該係，但係可能唔係㗎嘛。哇，係啦，去到呢度。OK。哇，真係你兩個一齊攞住，好滾痛喎，真係。你呢邊咯。好啦，因為時間嘅關係咧，我哋要揾神秘呢個神秘。我以為人人都要買份禮物。係啊，我係㗎啦，神秘。啲時間去燒腦。係啦，所以時間關係就話。係啊，咁樣。咁咧我咧就叫阿師傅咧都準備咗一份神秘禮物。禮物。哇！佢話千祈唔好係貴㗎嘛。哦。快啲過嚟睇啦 ，Johnson。我下邊有咩啊？哇，有嘢㗎嘛？哦。慢慢會揭開。睇唔係啊。一張。封印最後打開，冇錯，好厲害啊！啟示錄之路係緊張，咁啲汁哦，原來係咁樣嘅，咁啲汁嘅，哇！即係呢個唔使吹㗎啦，新技巧啊！好勁啊！送禮先，送禮，我又要講我嘅禮物。第一等先，最好咧就切咗蛋糕先，切咗蛋糕先，OK。因為時間關係。咁啊，牧師都要吹下。似啊，OK。打刀我哋要唱歌㗎。係啊，係咁喎。攞咪一齊唱歌嘅。1、2、3。Happy birthday to